任何道路状况、后续情形，警广的免付费路况电话常常记在心里，0800000123简讯服务专线，现场的简讯服务专线是0934333634。节目一开始，先让您听一首非常感人的闽南语歌曲。天边美丽的空气，想起你牵阮的手，像白云飞过去，想要留也留袂离，是着来到约会公园，海才犹原孤单哭几暝，敢是同款的心情，才飞去全答应，不茫传来你的消息。相信你会搁回来，我会等待你，望你千年万年也愿意。我若生命到这止，我嘛无所谓，我会化作天星保护你。天边美丽的空气，想起你牵阮的手，像白云飞过去，想要留也留袂离，是着来到约会公园。海才犹原孤单哭几暝，敢是同款的心情，才飞去全答应，不茫传来你的消息。相信你会搁回来，我会等待你，望你千年万年也愿意。我若生命到这止，我嘛无所谓，我会化作天星保护你。听到了这首歌曲叫做《我的等待你》，让我们掌声来欢迎便当妈妈谢怡君。视频姐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怡君。一个人长得这么年轻美丽，然后叫我要跟她讲说她叫便当妈妈，我真的是讲不出来。哇，现在第一次看到怡君的本人，
真的呢，怎么会脸这么小？脸没有，因为头发用蓬一点点，看着就小。好啦，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晓得说为什么我们要叫她便当妈妈，对，是因为这个老公的事业真的做得很大哈。就是还可以啦。是哦，对啊，对，因为我们知道说怡君的老公就是随意大哥，对不对？是的。然后这个便当事业，因为我那一次随意来上我节目的时候，我只有问他一句话说：“请问还60块的鸡腿便当，要去多少在加的有？60块哦。对，因为我这样不过有一段时间了啦，他在 Facebook 上面 po 了一张照片，那个满满的，好像是45块，40块，真的。对，他就唯独那个破千的按赞而已，其他的人气就没那么高。对啊，所有人就说真的还是假的？那个便当鸡腿便当那么大一只，怎么会那么便宜？他说没有了，那人家订的啦。对对对，因为我们做的量，有的工厂就比较多，对。是才会说这夫妻俩啊，生意这么辛苦，然后还有办法都各自出专辑呢。就是兴趣啊，我是兴趣啊。对啊，就本业不好好做没有，然后再搞一些副业，有的没的。那专辑我们有没有平均大概多久发一张？怡君的专，这是怡君的最新的作品，对对对，对啊，因为之前都还是要跟着老公一起合唱，好，那第一张这个全新自己出来，对，来试试看，对，好，那因为刚刚播的这首歌曲呢，我刚开始看到 MV 的时候有一点吓一跳。因为通常这种规格的 MV 只有国语歌曲才有一般是对不对？对，有点类似像是微电影一样，对，它拍成一个微电影，对，然后还有铺陈，然后中间还有这个歌突然断掉，然后开始讲一些剧情这样子，对对对。可是看完了好有感觉哦，就是看完之后大家很多就是哭了，对啊，所以这阵子那个卫生纸的那个销售量卖得特别的好。对啊，那个怡君还跟他讲说，你看这 MV 之前，请先把卫生纸准备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这首歌是建州老师跟一个唐老师所合力写出来的歌曲，那本身的主角是建州老师的亲大哥。就是他亲大哥，对他的亲大哥，所以他是写给他亲大哥，在一个意外中失去了健康，那也同时可能脑力受损，所以变成一个像5、6岁的小朋友的智商，真的，对，所以这是真实的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那所以就是讲说大嫂就是不离不弃的在照顾他，对，就变成说大嫂，因为他刚跟哥哥结婚也没有多久，小孩子其实都还很小，是对，那变成说他一个人要顾2个。变成是2个小孩了，对，那需要很多的耐心跟关怀，那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很多的有口说不出的无奈，对对。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家庭，其实都有这样子的案例在。那这首歌，我觉得有别于以往的爱情的歌曲，一般来讲是男女之间的爱，对对。那怡君会觉得有时候。亲情的爱是它的力量是很无限大，对啊，对，因为通常我们那种闽南语歌啦，说真的，主打歌不是那种就是爱你呐，深入骨啊，它的轰轰烈烈，对呀，对对对。然后这个是第一个，我们会觉得说，又是用亲情为出发点，对不对？然后好像就是在讲说，不论我的家人怎么样，我都对他不离不弃，然后慢慢的等待你会回复的一天。对对对，对我们家人都抱着希望，有一天你一定会回到我们身边。对。哇，所以会比较觉得说，特别的就是这样的主打歌跟我们一般觉得都是以恋爱为主的比较不一样，是的，对不对？好，那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再这个介绍一下怡君啦，因为说真的，虽然说常常跟随意大哥唱歌合唱，然后还有专辑里面每次也都会有你的作品在里面不过大家还是要让大家再更了解你一点点，好不好？好的。听说2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唱歌哦。就小时候，其实也不是2岁啊，就小时候睁开眼睛，在医院的时候就跟医生说我要唱歌。真的还假的？最好是你说。就是小时候很小，我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可是有印象的时候，我就是告诉自己，我长大一定要当歌星。没有什么，比如说那个看了人家唱歌五光十色很吸引你，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就是喜欢唱歌，对，就是从小就觉得说我就是要当歌星，真的对，只是说不知道目标，对，只是不知道这样子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一直抱着这样的希望。是哦，对，那有觉得说自己唱歌比较好听吗？其实没有觉得自己唱歌，一直以来没有觉得自己唱歌比较好听，可是就觉得自己唱得很有个性，就很喜欢那个舞台的感觉。对对对，也喜欢唱自己喜欢的歌，真心的唱歌。什么叫做有个性？就是可能别人会比较喜欢一些
旋律比较优美啊，还是什么的歌。那怡君他怡君的个性可能也比较外向还是什么，我就会挑比较有故事的歌，就是我自己很有想法，在我的歌曲上面。所以其实唱歌不是说上去表现自己的歌声，你希望在舞台上面还可以让人家印象深刻，甚至打动人家就对了。对，就是希望不管什么样的歌，别人唱原主唱跟怡君唱的一定会是不一样。哎呦，你这么小就想这么多，就是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忧愁善感的人。所以都没有在怕，是不是？把你丢在舞台上你就唱。对，真的，世萍姐你说中了，怡君就是没有在怕，所以才会就是很奇怪，然后去参加歌唱比赛有没有？然后很奇怪的，然后又发了唱片，广大这些广大。所以妈妈说，那既然你喜欢唱歌，那就去上课，跟着老师学，然后去参加歌唱比赛，你就这样子就去了。其实妈妈也都有在让怡君去学一些唱歌的技巧。是。可是可能小时候就想唱歌，可是就没有想太多，就是好像去上课去玩一样。那一直到比超级偶像，真的才让自己觉得说，自己是一只井底之蛙，有没有？那唱得好的人还很多，就自己要进步的空间很大。是。对。所以其实说真的，也是因为这么多的比赛，慢慢的磨合，慢慢的抓，终于抓到自己最适合的痛调，就对了。对。因为他说有多喜欢参加比赛，他从五等奖的儿童组就开始唱，不小心讲出了五等奖，大概就知道说他有多大的年纪。我的年纪就差不多在哪边了。对啊，五等奖，然后一直到这个8大什么亚洲新人歌唱比赛，跟这个我们大家最熟悉的第5届超级偶像这样子，慢慢的过关斩将出来。就小时候就算进了家庭，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是，对，是。那跟老公也是在歌唱比赛认识的，还是歌唱班？应该是说妈妈不是送我去学唱歌吗？对呀。然后他就偷偷躲在里面当助教。所以我妈就好后悔说：“以前的不应该上那个全光。”对，就对了。对。所以是那个时候随意大哥是助教，他是助教。就觉得这个学生，这第一眼就看上了，所以就其实也没有了，就好像朋友那样子，有没有？然后后来就是我觉得是缘分啊。对啊，就唱着，越看越对眼，就对了。对。好，那其实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比较特别一点点，是以这个亲情为出发点的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只要讲到闽南语专辑，难免都要有1-2首让人家可以朗朗上口的歌曲。对。是不是？是的。这首歌曲叫做《梦月圆》。田公是要打这个，想办法要让大家变成一个 K 歌风潮的。是。很好学吗？好学，但是又很特别，真的旋律很容易记得住。对。好，大家来听听看。好。感情免欢喜，梦呀三顿梦月圆，有情人的身边有我就有你，无情的人不免孤单。世间哪会如人，想要爱的只有1分钱，唔通搁再用着甜言蜜语戆戆骗着伊。世间哪会如你，只有真情真爱一颗心，等待你盼袂伊。在国道1号南下的37.7公里过了泰山收费站外线车道有工程车辆停放，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台1线说南下过了冈山收费站，冈山捷运站，好，这边说内线车道呢有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台1线这附近。好，这是由谢丽君所带来的歌曲《放给你》，是不是？是。好，真的耶，这个节奏听起来很轻松，然后又舒服，有一点像是布袋戏的曲风。对，这种歌通常也很容易发挥。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哦。是的。这是他们希望能够在 KTV 当中陪伴大家的歌曲好，那我刚刚问了一下怡君说，你刚不开车啊？一共没有在客气的，我是赛车手呢。就是我很谦虚的说我是赛车手。真的还假的？赛车手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开车已经开，我不能说我开几年，他们又知道我的年纪了。有一段时间就对了。对，就是可以考驾照之后就开到现在。真的。对，然后都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
蛮长时间开车，所以我曾经一度想，如果没有当歌星的话，要不要转行去当计程车司机？所以不但路很熟，而且开车技术也很好。对对，因为长期开车啊，真的、哦。对啊，所以你长途短途都常常开。对，真的。那我们想要比较好奇的是。